游民关怀内地报道，今年向下对其他国家的处理方式来思考台湾怎样来面对游民刑事能量应该多，没系困难处理的社会现象。法国大量前07年的总统大选，结果10万的游民黑的问题，甚至系总统候选人的增加咯。看到欧美国家对游民按重视，嗰度立委同社福团体都认为，我们的政府应该按立法来改善问题。唔过也改唱係一條改長嘅路。歡喜嘅老大家熱手，法國總統薩克基日出來，引起受到民眾熱烈嘅歡迎。2004年，這種改革人民貧民窟韓國社會樹立兩條政策，先到總統。法國前總統薩克基喺那啲任內投入7000萬歐元，差唔多係新台幣32億元，解決遊民大嘅問題。電到看台灣，內政部喺去年98年度投入遊民嘅補助，長49獎權6000萬。我們可能一直還沒有辦法去重視它了，包括是不是應該立個遊民法，或者是其他一個相關在整個社會福利相關的一些措施，我們應該做什麼的一些應有的一些處置啊？我們都到目前為止的，我認為是毫無對策了，應該要未雨綢繆了。安置是一個進步國家應該做的。那台灣這方面呢，確實還在起步階段哈。那麼這個住宿不是暫時性的住宿，而是永久性的這個住宿哈。立委認為，要解決台灣遊民嘅問題，立法或許係一種方法。新國大敗立法人先回去抗議，加選票嘅優先法案等等通過。就從行政人通過遊民相關嘅草案，係咪做得派上回去嘅優先法案，又係一個問題。就我們的立場呢，我們其實也不能一直去奢望，就是政府這個部分的跟上腳步。我們當然會期望，但是我們不能一直在那邊等待。所以再回歸到我們的服務的部分，其實我們還是比較希望透過我們的一個自己這個民間團體的一個服務，然後還有社會大眾的一個認同，大家一起來關注、來幫助這些弱勢的朋友。也不見得是遊民法是能夠解決一切，因為有時候我們的一些行政單位本身的一些執行的一些能力的問題啦，哈，所以我認為應該整體去規劃了，而且應該由內政部應該把它重視這個問題。其實關懷遊民，政府仍未完全冇具體嘅措施。喺內政部嘅社會救助相關法規當中，針對遊民嘅問題，內政部提出加強對遊民照顧服務處理原則，對遊民嘅基本生活、收容安置和個醫療處理都有處理嘅辦法。三個兩條都高本提供人事政府進行配合。各縣市可能會有所謂的遊民輔導自治條例，但是各個縣市又不太一樣的內容跟辦法，其實裡面都不太一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建議說，是不是可以由這個管轄部分不是由各縣市來處理，而是由內政部來處理。它可以直接跟內政部統一來做這樣子款項的一個申請，就不要那麼輾轉，還要透過回到戶籍地的縣市政府去做一個請款動作。那這樣也許就可以提高很多醫院診所，他願意來幫忙來治療這個皆有的一些疾病的問題。蠻多的遊民其實他是巡迴在街上跟那個什麼收容所，那收容所的那個生活環境他不喜歡或管理太嚴格，然後他又回到街上去，然後他就在這個有沒有兩個地方巡迴來，最後就是過世了這樣子哈，所以其實是一個不是太有效的一個協助方法啦。就算台灣嘅遊民人數冇規劃按到，不過所付出嘅社會成本差異多。到了下為止，還冇辦法簽出根本改革嘅方法，甚至讓冇全面性嘅遊民葡萄政策。係講要正經立法保障遊民，撼動正經落實一下嘅遊民葡萄方案，增加專業嘅社工人員經費，韓國提高整體社會福利來講比例冇平均嘅事實，就每輩遊民嘅問題，一年比一年還難嚴重。下新聞分圈分田淑健特別報道。